買樓有7分滿意就夠啦，用住宅嘅價錢買低我身後嘅呢一棟別墅，輕輕鬆鬆實現你人生嘅 house 夢。8分滿意會有啲壓力，但係我而家嘅呢一套別墅1層嘅面積啊，全部贈送俾你㗎，單單係花園嘅面積啊就有80個方啦。9分滿意，你可能錢唔夠，但係而家200零萬你就可以攞低我呢一套豪裝現樓別墅啊！單單2樓嘅呢一個會客廳啊，就有60個方咁大啦。10分滿意就買唔起啦！我而家呢一套別墅總共有成4間房，而我最中意嘅就係呢一個60平方嘅豪華主人套房啊！就呢一個休息區嘅尺度啊，超大啊！再嚟到呢一邊，仲有一個衣帽間，仲有一個化妝間喺呢一度啊！呢套別墅啊，係位於珠海嘅斗門區噶，35分鐘你就可以到達人工島，5分鐘之內你就可以到達各大商圈啦。記得啊，呢度係現樓交付，拎包入住噶。有興趣嘅你，快啲入評論區留言啦！